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我要来教大家介绍9种手的动作。娃娃 TV 讲台语，运就是把物件摕去抹粉，也是抹水的意思。亲像摕水饺去运醋，这个动作就是运。其他阁有亲像有一寡人食芭乐、西瓜这的物件，会去运饭仔粉。啊，阮高雄食柑仔蜜，有时阵会去运豆油浆，好食哦。食水饺我拢会运醋。捻就是用手指头啊轻轻啊甲物件卡捏的意思，亲像去拜拜念香，阁有为着公平会当念口。你要一包也是一包，我嘛想要一包，无咱来念口好啊。我着种啊，这包是我的。捏就是用手指头啊轻轻啊卡物件的意思，亲像捏菜。芳就是用双手卡物件的意思，亲像芳菜、芳汤、芳饭、芳茶。买安尼头泥菜啊，芳粿啊。哦。落有掌握的意思，亲像落着正气，落嘛有握真红茶的意思，亲像倒布太过去啊，用手甲迄个布安尼试安尼茶来甲洗好清气，这就是落。哦，你偷食物件，互我落着正件吼，我要甲阿母讲。这部正太高，用水落的。沙就是动作粗鲁、凊彩客着走啊的意思。一般咱人咧赶紧的时阵，亲像下早啊上班上课要卖赴啊，啥物早顿啊、册包啊、锁匙啊，拢紧沙的着出门啊。紧来要卖赴啊！背就是甲物件用手拨开的意思，亲像我即摆头毛安尼乱，用手甲背好好。才有淡薄仔太高，用手甲背好清气。囡仔人经食拢甲无爱食的物件背去边啊。头前人就侪甲因背开，借过。头毛乱去啊，背一下。掠基本上就是安尼的一个动作，亲像咱讲掠鱼、掠人、掠鸟鼠、掠铃。你莫走，掠着啊！钉就是用大头尾甲其他的指头啊，甲物件捏的，亲像甲人钉死。阁有咱闻到臭的味的时阵，拢会用手甲鼻啊钉。这啥物味啊？哪会遐臭？你头放屁哦！好，以上就是9种手的动作，大家敢拢学晓啊？手的动作也有真济，咱今日先分享9种，其他的有机会咱再来分享。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介我的影片话，我即摆起赞甲分享出去，也要电话观众朋友话，未少时一定换来看先动，安尼较出上新的通知哦。另外，YT Lisa 会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